虽讲美国即马要慢车针对75个国家扣对等关税，但阁嘛有风声讲，美国想要逼外国嘅借款人，甲美国国债换做100年期，而且无利息。因来咱台湾想要减税，敢会摕这条和美国谈判，成做咱谈判的本钱咧？行政院长杜英泰嘛是表示，这嘛是有可能的。美国虽然暂慢实行对等关税，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讲到，在未来一礼拜会宣布新的半导体产业关税措施。市场阁传讲，美国有可能逼外国的借款人，甲持有的美国国债换作100年期零利息的债券，来减轻美国债务的负担。台湾安怎应对？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要怎么去面对？如果说做这样一个转换的时候啊，这相当于就是美债的倒债。对于这个债券的一个调整都随时在调整，随时在观察市场的变化。伊应该会对台湾扣偌济税。在这个世界无一个特殊内底，美国这个为主导的力量，甲咱过去所行的力量，甲咱方向是相对是同款的，所以咱要伫这个世界这边的这个阵营内底共同合作。第一，咱这边敢会加码持有的美债当作是关税谈判的条件。杜英泰讲，这是其中一个有可能的选项。另外，有朝野立委和企业界建议讲，请前总统蔡英文来做谈判小组的调集人。杜英泰强调讲，有听到各方的声，不过含任何国家交涉人选的部分，拢必须互相打压。这点都要真谨慎。毋若是行政团队积极和美方在谈判，另外伊嘛调做校董派立委方美团侵犯双边的连结。我们4月28会抵达花火，29号就去拜会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。隔一天30号我们要跟美国众议院的台湾连线有一个午餐，然后有一个来共商另外到了5月1号，我们去拜访美国的行政部门跟国会。朝野3党暂定会组成17个人的谈判团，4月28到5月初2访美。即马定的行程包括拜会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，把握90天的暂缓期，积极交涉，会直接针对关税政策的部分和美方来沟通，替台湾争取上大的利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